每日讀經與主同行。彼得前書第4章，彼得鼓勵信徒要有受苦嘅心志，咁樣嘅心志如同兵器，可以抵擋同斷絕罪惡與情慾嘅引誘試探。彼得前書第4章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你們存這樣的心，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，在世度餘下的光陰。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惡慾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飲，並可惡拜偶像的事，時候已經夠了。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道的路，就以為怪，毀謗你們。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。為此，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，要叫他們的肉體按着人受審判，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着。萬物的結局近了，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，警醒禱告。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，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。你們要互相款待，不發怨言。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。若有講道的，要按着神的聖言講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賜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。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親愛的弟兄啊，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，不要以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歡喜，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，也可以歡喜快樂。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，便是有福的，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。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、偷竊、作惡、好管閒事而受苦。若為作基督徒受苦，卻不要羞恥，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，因為時候到了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從我們起手，那不順從神福音的人，將有何等的結局呢？若是義人僅僅得救，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，將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，那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為善，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。經文讀畢。原來當時有信徒為咗抵擋罪惡，受苦致死。呢個就係第6節所提到嘅死人。佢哋信咗傳俾佢哋嘅福音，享有永恆嘅生命，所以佢哋嘅肉體按着人受咗審判，但係佢哋嘅靈性卻係靠神活着。彼得提醒信徒，萬物的結局近啦，個人要謹慎自守，警醒禱告，而整體呢，要彼此相愛，互相支持，就可以避免好多犯罪嘅機會。另外呢，更加要把握現在，發揮恩賜，彼此服侍，建立教會，叫神得榮耀。苦難有時會叫信徒產生疑惑，點解神唔保守我呢？神唔係應許俾我哋祝福嘅嗎？我唔係唔係信錯咗呢？彼得鼓勵咁樣嘅信徒要先弄清楚自己係為乜嘢事受苦。如果係因為犯罪，例如殺人、偷竊、作惡、好管閒事而受苦，咁就係活該嘅。但若果係為作基督徒受苦呢，
就唔需要感到羞恥噃，反倒要歡喜，因為係有福㗎，表示神榮耀嘅靈呢喺你嘅身上。當主再來嘅時候，耶穌基督會有公義嘅審判，先係從信主嘅人開始，義人得到申冤，犯罪嘅人會得到懲罰。所以基督徒今日可以唔怕苦難，勇敢嘅將生命交俾信實嘅造化之主。請我哋一齊祈禱。神啊，你係公義信實嘅造物主，我願意信靠你。求神幫助我，為主耶穌基督嘅名同福音嘅緣故，要站立得穩，遵守主道。即使係因為抵擋罪惡而受苦，亦都唔需要懼怕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今日讀經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